最近有關美國大豆嘅新聞呢，搞到美國農民同埋特朗普嘅關係呢就唔多好嘅。再加埋特朗普通過 IMF 仲話要支援阿根廷200億美元添，兼且最近阿特朗普仲放風話到考慮進口阿根廷嘅牛肉，咁用意係何在呢？佢就話到現時美國嘅肉價呢實在太貴啦，不如進口阿根廷嘅牛肉，諗住利用呢一個方法嚟到降低美國牛肉嘅價格。特朗普嘅建議成唔成功，我哋就未知。但係今次特朗普呢個建議都仲未落實政策咋，已經有好多協會農民分別咁樣去投訴特朗普噶啦。咁事情嘅發展係點樣呢？我哋轉頭翻嚟就會同大家講嘅。最近1連2日，入境處喺東涌嗰度就打擊呢個裝修黑工，期間拉咗10個人，包括3個僱用呢啲非法黑工嘅僱主啊。今日就同大家講下裝修貪平不但止得不償失，仲有可能令大家蒙上法律嘅責任啊！香港青年走在最前，大家好，我係小明。最近特朗普搭緊空軍1號嘅時候無啦啦突發奇想，就話到不如進口一下阿根廷嘅牛肉咯。但係佢都補充咗一點嘅，就並唔係話要大量買入阿根廷嘅牛肉，只不過係買少少，利用呢個阿根廷牛肉嘅價格嚟到溝淡一下美國牛肉價格高昂嘅跡象嘅。咁當然啦，佢今次呢個諗法仲有第二個意義嘅。佢就話到適時對阿根廷有所援助嘅話，阿根廷先有機會唔同中國合作，靠向美國噶嘛。嗱，其實早前美國政府已經對美國牛肉價格高昂嘅問題做咗一系列嘅政策噶啦，包括政府補貼嗰啲農場主又或者積極鼓勵一下嗰啲農場主，不如你哋唔好賺咁多錢，不如你哋努力一下降低牛肉價格嘅水平啦。曾經美國政府仲同美國嘅牛肉生產商強烈咁樣要求來年你哋要增加牛肉嘅產量，重建牛群嘅規模。咁好啦，美國政府做咗咁多嘢，確實嘅美國牛肉價格係有所下滑嘅。只不過今次美國牛肉價格下滑其實就唔係好關特朗普話到要從阿根廷嗰度買牛肉進口嘅事嘅。同埋老實講一句啦，特朗普已經講明就算由阿根廷進口牛肉嘅話，都係進口少少啫嘛。對成個美國牛肉價格市場嘅影響有幾大啊？若然特朗普諗住大量向阿根廷採購牛肉就完全唔同啦，因為牛肉都係消耗品嚟嘅，都係講緊供與求嘅問題。美國牛肉價格點解上漲得咁快啊？其實好大程度上係因為通貨膨脹。至於美國政府同嗰啲牛肉商講要增加牛肉產量，擴大牛棚建設，數咁樣計嘅，牛就同小麥大豆唔同嘅。農作物1年收成1次，但係牛要慢慢養大噶嘛，由無去到有變成成年嘅牛最少需要2年時間。同埋再講點解美國牛肉嘅產量唔好原因就有幾個嘅。因為近年美國成日都出現乾旱，咁牛係食草噶嘛，天氣乾旱又會令到牛食嗰啲草生長得唔夠快，好容易枯萎。咁好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話到牛嘅飼料嘅價格飆升啦。咁嗰啲牛場主佢哋都係做生意嘅。咁既然飼料價格飆升，冇辦法啦，咁咪唔好養咁多牛咯。有統計數字指出喺今年1月份嘅時候美國牛隻儲存量已經去到75年嚟最低嘅水平噶啦。咁好啦，成本係一件事，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今年5月份，美國就出現一種菌叫做螺旋錐。呢一種螺旋錐專係攞嚟感染嗰啲牛隻嘅，所以早前美國已經全面宣布暫停進口從墨西哥進口嘅活牛噶啦。咁都未至於特朗普早前咪話要全球加關稅嘅，冇錯啦。以前美國從另外一個供應商嗰度都有購買牛隻嘅，嗰個就係巴西啦。咁特朗普肆無忌憚咁樣加關稅咯，咁巴西牛肉嘅進口量咪隨之而減少咯。呢好幾項都係美國牛肉產量不足嘅原因嚟嘅。至於講到其實現時美國嘅農民又或者牧場主係非常之討厭阿根廷噶。前嗰排特朗普仲話到要透過 IMF 就要救濟阿根廷，個救濟金額係200億美元。聽到呢一點嗰啲美國農民牧場主真係嬲到火屎都出埋嚟。一來啦，阿根廷一直以嚟都係美國農民嘅競爭對手嚟嘅。咁作為美國嘅政府唔支持佢哋本土農民都算啦，仲走去支持佢嘅競爭對手咯。你話算啲乜嘢啊？
二來就係嗰啲美國農民咧，成日喺度諗點解我哋中國唔買美國大豆啊？而呢啲大豆訂單我哋中國最近仲同阿根廷大手購入大豆添喎。喺嗰啲農民眼中每一年就等緊我哋中國嘅訂單，望穿秋水，終於大豆收成期就到啦。點知中國訂單咧就遲遲未到，仲有作為競爭對手嘅阿根廷米羅政府為咗想搶呢筆大豆訂單取消晒所有出口稅。咁喺呢個時候，美國總統特朗普仲話要支持阿根廷喎。你話嗰啲農民嬲唔嬲啊？嗱，仲有一個消息㗎，早前9月份嘅時候，聯合國大會咪喺紐約嗰度舉行嘅。嗱，當中有一幕咧就幾得意嘅，美國財長阿貝森特喺聯合國大會裏面喺度玩手機，咁有人就影到阿貝森特喺度玩電話，就同人哋傾緊偈嘅。但係放大一下嗰個短信咧，問題就嚟啦。原來呢個短信嘅內容就係關於阿根廷嘅出口稅嘅。嗱，雖然我哋就唔知道阿貝森特同緊邊個傾偈啦，但係我哋放大多少少呢張圖片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到同阿貝森特傾偈嗰個人咧，佢叫做 BR。咁美國嘅農業部部長就叫做貝魯克羅林斯嘅，就係簡稱 BR 啦。原來呢個短信係由美國農業部部長發出嘅，仲要求阿貝森特喺聯合國大會完咗之後就會覆電話俾佢噶啦。現時美國國內實際情況係點樣啦？嗱，美國大豆訂單咧就冇晒噶啦，因為中國喺近幾個月以嚟係完全冇買過任何一粒美國嘅大豆嘅。咁正常嘅情況之下，美國政府咧都要為嗰班農民提供援助噶嘛。但係點知經濟援助就收唔到啦，佢哋淨係收到一個消息，就係特朗普諗住對阿根廷提供援助。特朗普根本冇關注過呢班農民嘅死活。美國大豆價格不斷下跌，但係大豆嘅收成期咧已經到咗啦。嗰班農民一邊收割大豆一邊喊，因為佢哋收成嘅大豆分分鐘都會變成垃圾嘅。但係作為美國總統嘅特朗普咧，喺呢段時間裏面冇諗過點樣同中國去達成貿易協議，反而就要對阿根廷提供200億援助。所以嚴格上嚟講美國為阿根廷提供援助呢件事係嚴重損害緊美國農民嘅利益㗎。之前大豆事件美國已經全部輸晒㗎啦，而家又嚟一單牛肉事件咯。你話嗰班農民嬲唔嬲啊？嗱呢啲美國農民大家唔好唔記得支持特朗普嘅票倉咧，其中好大部分都係呢一批農民㗎。咁唔知呢一批農民會唔會搞起遊行示威，叫阿特朗普落台呢？咁今集我哋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啦，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香港青年頻道，拜拜。呢2日香港嘅入境處咧就喺東涌嘅屋邨嗰度打擊一啲裝修黑工㗎，咁一共就拉咗10個人。呢10個人當中有7個咧就係黑工，有3個咧就係僱用黑工嘅僱主。咁僱用嗰啲黑工嘅僱主咧，唔單止係嗰啲工程公司裝修公司嘅老闆仲包括埋裝修單位嘅業主咁大家喺選擇裝修公司嘅時候，點樣先至唔會令自己咁容易或者無辜咁樣蒙上呢啲法律嘅責任呢？首先呢幾年大家都好興北上消費，但係裝修嘅呢個行業咧，唔同話大家上去食嘢咁樣喺上面嚟到搞掂個工序，裝修嘅工序咧有好多都仲要喺本地度完成噶。咁之但係由於香港同內地嘅工人人工咧相差實在太遠啦，佢今次入境處拉人嘅資料所顯示到咧，今次被捉嘅嗰班黑工，佢哋大概日薪就係600蚊去到800蚊不等嘅。咁當中就有從事喺裝修行業入面嘅油漆工泥水工等等嘅工序啦。而喺香港，如果要揾個裝修工人，譬如泥水工咁樣講佢嘅日薪係接近2000蚊㗎。咁所以咧，同揾黑工其實個人工嘅差距咧真係十分之大咁因此有好多內地嘅裝修公司咧，都喺啲面書或者一啲小紅書喺呢啲地方咧就打廣告。咁通常佢哋大大隻字寫出嚟話一個價錢咧就可以包晒你嘅全屋裝修㗎啦。但係呢個世界上入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有一個咁平嘅價錢，例如話幾皮嘢可以同你裝晒全間屋，或者係做晒全屋嘅家私嘅話，咁首先大家要諗嘅就係材料上面會唔會咧係慳皮俾啲曳嘢你其次就係就好似呢次嘅新聞咁樣啦，揾埋啲黑工落嚟香港就嚟到進行一啲安裝嘅工序裝修嘅工序而嗰啲工人亦都因為可能落嚟香港，可能賺多少少人工。因為600至800嘅呢個價錢，比起內地好多地方嘅裝修工人人工嚟講咧，已經係高好多㗎啦。因為有啲2、3線嘅城市，
可能300-400蚊一工㗎咋。咁所以有好多人咧鋌而走險落嚟香港咧嚟到開工嘅。而佢哋俾入境處去到捉到嘅話咧，最多都係限制佢某一段時間內唔可以再嚟香港，又或者咧喺政府嘅電腦嗰度有一啲嘅黑名單，但係就根本無阻嗰啲裝修公司繼續運作㗎。咁所以好多香港人咧，就算係唔想用黑工，咁喺個交談過程之中你問佢喂，會唔會用黑工啊？係咪全部香港師傅啊？佢哋可能口頭上咧會同你講話係，但係作為業主又點可能成個裝修期間都24小時喺度望住佢哋開工咧？冇可能噶嘛！而且就算係睇住佢哋開工，都冇可能話逐個師傅去查佢身份證啦。所以就變相有好多嘅香港人可能上咗去深圳嗰度揾一啲裝修公司，但係佢又覺得深圳嘅裝修公司會揾翻香港嘅師傅去做，呢個係冇可能噶。佢哋如果完全用翻香港師傅去做，等於將單工程判俾香港嘅公司去做，所以個價錢咧冇可能係會做到咁平噶。但係唔好以為作為業主，我話知佢用啲咩人，我就唔使負上法律嘅責任啊。因為一旦揾咗呢啲黑工落嚟開工嘅話咧，咁入境處查起上嚟，本身開工嗰啲黑工咧就一定要負上法律嘅責任噶啦。而好似今次呢單 case 咁樣，作為戶主咧，亦都會俾入境處咧就拉埋嘅喎。咁之但係由於嗰啲裝修公司係喺深圳，個老闆咧又喺深圳，咁入境處咧上唔到去深圳拉人噶嘛。咁嗰啲公司嘅老闆咧就可以拍籮柚，反正裝修呢個行業咧，通常都係收咗客人嘅一部分錢先至開工嘅。就算唔可以完工都好喺分階段收錢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每一個階段收嘅錢都可以 cover 到嗰個階段所產生嘅成本㗎。所以當你身為一個請咗黑工嘅業主，但又唔好彩俾入境處拉咗嘅時候咧，要罰錢嘅罰錢，要坐監嘅坐監。最慘嘅係當你坐完監罰完錢之後，你要求嗰間裝修公司再同你搞埋啲手尾嘅話，雖然嗰啲公司唔會上身啫，但係佢請嘅夥計俾人拉咗，佢哋可能都會付上一部分嘅安家費。咁到時你揾佢搞埋啲手尾，佢又要加你價，咁到頭來係咪又係得不償失啊？所以今次入境處咧掃黑工嘅行動係非常之好噶，因為香港嘅失業率已經係咁高企噶啦，而且再唔保障我哋香港工人嘅飯碗嘅話，咁大家只會冇啖好食噶咋。而嚟緊香港都有唔少嘅屋邨屋苑去到落成，有好多咧都係政府起嘅公屋居屋。其實政府喺打擊黑工嘅呢方面咧，唔單止係要靠呢個入境處去到出力其實平時咧呢啲咁嘅新落成嘅屋邨屋苑都可以增加翻好多措施嚟到打擊黑工噶。例如話入屋苑範圍，每一個工人做開裝修工程都要嚴厲執行登記制度，咁可以確保嗰啲咧冇香港身份證嘅工人唔可以入到地盤開工。而一旦發現有黑工嘅話咧，亦都要向呢個入境處去到舉報。最後都想同大家講下，就算俾你蒙混過關，成單工程都冇事冇過冇俾人拉到嘅話咧，但係喺裝修質素上面揾內地嘅裝修公司安裝嘅一啲家私咧，係唔似得喺香港安裝嘅家私咧咁結實同埋襟用噶。舐過嘢嘅朋友應該會知道啦，有好多喺內地揾嘅裝修公司落到嚟裝嘅家私，例如係櫃咁樣同我哋平時訂製嘅家私都係喺大陸生產，但係我哋嘅工廠咧係會做到啲結構好結實，用螺絲釘碼住個櫃，唔似得嗰啲平價嘅組裝家私咁樣。嗰啲我哋稱之為3合1，即係好似類似大家咧去咗姨媽家私買嘅衣櫃咁樣，只不過可能喺個板材上面咧可以選擇啲好少少嘅板材，但係個結構上咧都本質係3合1嘅結構，再加上好多櫃裝咗落去咧根本冇收口，個櫃背仲存在咗一條大嘅罅，咁嗰啲咩蛇蟲鼠蟻全部用得耐嘅話咧，就喺嗰啲位度匿藏住噶啦。所以呼籲大家唔好鋌而走險同埋貪平，走上去大陸咧就揾埋一啲裝修公司落嚟香港開工，因為錢銀事小坐監事大咁今日我哋嘅影片咧就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對裝修對家私有啲咩疑問嘅話，可以問我大眼啦。拜拜。